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健康，加上即马高龄化社会，医疗科技的发展是有影重要。教育部今日举办第3届全国高中医疗科技创意竞赛颁奖典礼，希望透过这比赛，鼓励有兴趣高中生为医疗科技贡献心力。 透过智慧卡环登记侦测使用者行路的脚步，再搁含正常的脚步资料做比对，会当提早判断使用者敢有帕金森症的征兆，提早发现就通提早治疗。这是拜5第3届全国高中医疗科技创意竞赛颁奖典礼上得到金奖团队的作品。因兜嘛有帕金森症的病人，阿公嘛有一寡。 症状，所以我嘛想要去做这种来帮助伊治疗。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这个肌肉呢是需要被监测的。你的步伐越来越小之后，代表你的肌肉的健康度就没有那么好。老师就帮他一起申请了专利，在刚刚呢，这个专利局啊发讯息给我们说已经通过了。 利用 AIoT 技术结合视讯镜头，侦测使用者姿势不良的问题，进一步用语音来提醒。这是专练健康主题得到金奖的团队作品，希望透过这个系统协助现代人调整姿势。团队表示，过程当中因也有去参观台湾医疗科技展，让因的发明更加完整。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几款就是更加发展到我们。 后面的几套系统，就是也是针对于骨骼的，我们希望可能我们的精确及我们的技术可以达到跟他们同样的等级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是全国高中医疗科技创意竞赛第3届，这届总共有277组报名，当年报名人数拢有在增加，望继续推广甲医疗科技的知识甲创意向下沿传落去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